今年往北港进香的启程为4月20日抽时开始，行到4月12日子时，总共57点钟137公里。这摆记录着启程妈祖婆往北港步练进香，接落来故事就为出发讲起。因为每一年愈来愈侪人来参加，今年甚至报名的人就超过9万外人，所以出发迄天若是开车过，可能是无位通停。我是坐火车，而且爱伫头前站上车，无是一丁钱袂入去的。暗时11点到白沙屯火车头时，已经是足侪人啊！愈接近广天宫，人群就愈密。总算钱到宫门口，向朱比的妈祖婆禀告起马，先行出发。因为今年是吉平均，速度真紧。而且妈祖启程时，人是会真甲无法度行，所以有部分的人会提早出发。什么时阵会甲妈祖婆相见，自然会有安排。香灯卡只要稳稳啊行就好，毋免烦恼遐济。香灯的意思是献予神明的供品，嘛有香火相传的意思。卡就是指人缘，所以香灯卡就表示一路上参与进香的信众，毋是干那甲妈祖桥同齐向前的人。还佫有伫沿路边分送食物、凉水、用品、纪念品，也是提供医疗、药洗、粪扫回收、欠着请就车服务员，拢是香灯卡，咱拢是妈祖的囡仔。大家奉献互规活动，也有社会环境，拢更加圆满顺遂。第一天就为青夜行到天拍破光，敢若几粒摆10分钟的休喘。剩的时间拢咧行路。若是选择步练进香的方式，就要有无法度好好训练的心理准备。谢谢，谢谢。天开祥风，白沙屯的妈祖，红冠彩霞麒麟相护，千家香火千年香。男女哪样相照顾，对着妈祖的脚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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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炮声连天。头期带领有形的进香队伍，甲无形的兵马，通常伫妈祖桥的头前。头期面顶配置风天画旗，有拄煞开路的性质。进香过程当中，规矩的香灯卡拢有遵守防疫措施，挂喙安防疫距离，接洗手，沿路奉献的信众嘛会替大家喷酒精。小照顾，对着妈祖的脚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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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呀白沙屯。
北港进香启程了后，总算伫即阵看到妈祖神轿啊！神轿伫坐顶边，4个轿板人员扛轿，一个伫轿边拍铜锣。因为进香时定定速度真紧，而且神轿是粉红色的轿顶，所以足侪人嘛甲神轿称作粉红超跑。一路上，妈祖婆会指示伫无同的所在停驾，替在地的居民祈福。妈祖婆的母慈大爱，互咱感受到真侪人情感动。第一天为深夜行到暗时，脚已经有小可碰拍。妈祖婆已经自驾海埔派出所，我到鹿港了后，就赶紧来休困啊。第二天宾果起马，原来爱提早来出发。妈祖婆伫大路口时会选择路线，香灯脚即阵嘛会徛伫路边等待指示。千万人对着妈祖进香，
情景万人空巷。妈祖婆保庇沿路的信众，甚至是所有台湾的人民甲土地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妈祖婆有这么大的魅力，真正是咱的女神。香灯脚毋是铁派身体，若是体力无够，就要补充水分营养。忝的时阵，就要掠时间来休喘。咱拢往同一个方向，目标向前，大家同齐鼓励帮助。有人休困，有人继续行。不管如何，落尾拢会到位。自强大桥连接彰化甲云林，长度有2760公尺。因为迄当阵已经要暗仔，体力早都用了啊。应该足侪香灯脚这段路是用意志来行过的。大桥终点到位，卡嘛雄雄煞无听话啊！离妈祖婆还阁有7公里，沿路已经拢无点心淡。突然间，一位姐姐叫着所有摇巴肚的香灯脚来食烧的泡面，这碗真正是我一生当中难忘的温暖滋味。虽然无熟悉，但是圣表演予咱成为强伴。第3天无细日困过头，沿路完全无人，赶紧来赶路。
有当时啊会拄着香灯脚豆豆仔行，但是脚步坚定。大家拢有家己的心愿，路途原来有较艰苦淡薄，沿路嘛无一定有人甲你斗相共。但是只要坚持落去，用乐观的态度去面对，相信一定会行到终点。爱会记得好好休困，困醒了后又搁是一尾活龙。庆典结束了后，就要返来咱家己的生活。但是妈祖进香的精神，拢悠远伫咱的心内。珍惜妈祖的缘，感受圣庙的心，接触世间的人，学习世间的事。白沙屯妈祖甲山边妈祖往北港进香活动平安圆满完成，大家拢辛苦了。希望妈祖婆保庇台湾，甚至是地球，拢会当平安顺遂。感谢一路上提供食物、洗手仔、凉水、隔音品的信众，也阁有服务大家善心大德。妈祖往北港进香，平安圆满。